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月2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第27节到第10章的第8节，加拉太书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接纳。接纳是基督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接纳其实是双向的，就如同誓约或者是呼召一样。以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就是彼此接纳，或者我们说彼此相爱。当初福音是要给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则因为不接受耶稣是基督的事实，因此就陷害了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的酷刑。也因为他们不愿意接纳，所以就有了法利赛主义的人，包括了当时候的扫罗，他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也造成了像司提反受了酷刑而殉道。即便到了后来保罗他成为了外邦福音的使徒的时候，犹太人仍然不愿意接受，而且到处跟着保罗胡乱的控告他，到处去作乱，甚至到后来陷害保罗，使得保罗必须要接受审判。最终他就要被送到罗马去受审。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彼此不接纳，而分党结派。他们不愿意在信仰里面去实践那耶稣基督教导的彼此相爱。因此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这样的提醒，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就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3章第9节到13节的经文所记载的。上帝差遣撒母耳去膏立扫罗，接纳他成为自己的仆人。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0章第1节到第8节这样的记载：撒母耳拿瓶油膏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如今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结的坟墓，要遇见2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子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担心驴子，反而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3个往伯特利去拜上帝的人，一个人带着3只羊羔，一个人带着3个饼，一个带着1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2个饼，
你就从他们手上接过来，然后你到上帝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有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上帝与你同在。当你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上帝接纳扫罗，并且赐下圣灵的同在，也透过撒母耳的指示，让他知道当行的事。重要的是，扫罗他本身也必须要接纳上帝透过撒母耳告诉他的旨意，愿意接受指示，愿意遵从上帝的旨意。保罗刚开始宣教的时候，并不被接纳。根据《使徒行传》第9章的经文记载，使徒们最初不接纳保罗，是因为害怕他。圣经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纳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往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数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保罗是在巴拿巴的见证、保证以及推荐之下，才被使徒团体所接纳。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与记载在加拉太书第2章1到10节的情形是非常类似的，也这是保罗在宣教多年之后再次回到耶路撒冷，如同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所讨论的主题一样。这一次外邦宣教割礼的事情被接纳了。圣经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着那些有名望的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是与我同去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的人，都与我无关。
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这如同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的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们恩典的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了，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接纳非犹太人的基督徒和那一些贫穷的人们，让福音的路变得更宽广了，也正式的回到了上帝给亚伯拉罕他的呼召里所说的万民要因你而得福。是的，接纳才是真福音。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上主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我有什么好畏惧的呢？作恶的人攻击我，仇敌杀害我的时候，他们都半跌扑倒。纵使大军围困我，我也不害怕；纵使仇敌袭击我，我仍然要信靠上帝。我向上主只求一件事，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在殿宇里瞻仰他的美善，寻求他的引导。我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庇护我，他使我在他的圣幕里得到平安，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因此我要胜过周围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圣殿里欢呼献祭，我要歌唱赞美上主。谢谢主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得蒙呼召，也求主让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就如同你接纳我们一样。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